嗱，我同你哋講啦，學識咗呢個清湯牛腩，冬天秋褲都少着2條啊！又嚟啦，妹妹。嗱，今日哥哥同你整個大菜。今日整咗1條牛坑腩，40蚊1斤，唔知大家嗰度幾錢1斤呢？將佢切夠，再凍水落鑊飛水，一定要用溫水洗乾淨，呢個係羊肉嫩滑唔柴個關鍵。不知不覺分享咗幾百道菜啦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再轉入砂煲，牛肉就好酥嘅，加1小包呢個燉牛羊肉料落去，佢個配料又乾淨，大家都食得放心。加2塊薑片，再倒入滾水，細火煲佢35分鐘。嗱，呢個燉牛羊肉嘅香料我放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朋友可以去睇睇。差唔多腍個時候，再加入蘿蔔煲多佢15分鐘。煲好後，俾啲杞子同埋鹽調味。呢個做法有湯飲，有肉食，你寫飛啦嗎？